歡迎收睇《講好15五》，我係容家耀。為咗對接國家15五規劃帶俾香港嘅龐大機遇，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編製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公眾諮詢期仲有大約1個月。我哋今集會同各界傾下佢哋對香港5年規劃嘅期望㗎。呢一節我哋請到嘅嘉賓有全國人大常委兼立法會主席李慧瓊，你好。咁仲有立法會議員吳秋北，你好。咁佢亦都係香港主動對接國家15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㗎，歡迎兩位。咁我哋先同李慧瓊傾下啦。咁香港咧係制定第一個嘅5年規劃，你自己覺得對香港嚟講最大嘅歷史意義係啲乜嘢？特區政府制定第一個5年規劃咧，係一個破天荒嘅做法，喺一國兩制實踐上咧係具有歷史性意義嘅。個意義在於咧係香港未來嘅發展咧，可以透過我哋5年規劃係對接國家嘅發展，對接15五規劃。大家見到國家發展都係一日千里，我哋向住科技自立自強啦，亦都向住咧係新質生產力方向發展。透過對接國家15五規劃咧，我相信香港咧係喺新一輪嘅科技浪潮裏邊咧，能夠咧有突破啦，亦都咧係從而提升我哋競爭力同埋生產力，從而咧係讓到市民係受惠嘅。咁又同吳秋北傾下，你自己又覺得香港市民喺今次5年規劃裏面點樣理解香港喺國家發展大局裏面嘅新角色啊？香港過去咧都係順住大勢啊，無論係殖民統治時期啦，或者係回歸之後啦，或者係改革開放嘅時期咧，其實我哋都係順住個大勢去謀發展嘅。而家國家嗰個嘅發展規劃法咧係明文規定，香港咧係應該喺一國兩制嘅精神底下咧去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而且係服務同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換言之咧，係更加主動喺過去嗰種嘅順大勢變為一種主動，而且係作為一個國家嘅重要戰略嘅一部分嚟到去謀發展。所以呢個係意義好深遠，亦係一種觀念上面嘅改變。而市民咧應該喺當中咧係揾到自己嘅角色。好啊，我哋暫時先傾到呢度啊。咁今次5年規劃嘅原則之一就係民生為本，市民又有啲乜嘢期望呢？我哋一齊聽下。因為我讀演藝學院嘅，而家主要係好多嗰啲劇場揾唔到一啲表演空間咯。希望多啲活力啦，多啲盛事啦。我當然就希望有對於新興嘅一啲技術啊、人才有更多嘅一啲激勵嘅政策咯。AI 人工智能係全球各個國家必爭嘅一個領域啊嘛，咁希望都一定要跟得上國家嘅呢個步伐。整個嗰個交通系統咧，我哋長者覺得係唔方便，同埋你嚟緊啊北區啊城咧有好多地方咧，其實係一塞住咧就好唔掂啊！因為我而家咧出行都比較唔方便，我哋好似去醫院嗰啲地方又遠咗啲，咁就變咗咧，我哋就好想話方便啲咯。醫療真係貴啊嗱！我哋睇最簡單嘅都400幾蚊、500蚊，你係咪要俾多啲醫療券咧？起多啲公屋，俾啲10蚊嘢啫，冇本事買樓嘅多啲上樓。而家你睇到香港人都住得好逼啊，啲樓價都仲咁貴，多啲供應咯。最緊要係啲人負擔到嘅啫。就希望喺各方面，即係喺住屋啊、醫療衛生啊、環境嗰方面咧，都做到係世界水平咯。梗係經濟啦，唔使講。做生意嘅人梗係步步高升咧，日日都生意興隆啦，係咪先？咁我哋嗰啲人啊，有出嚟打工啊，或者乜嘢都要身體健康啦，最開心啦。嗱，咁我哋喺條片都睇到啦，市民啦對今次呢一個香港未來咧都有好多唔同諗法啊。咁又同李慧傾下啦，你自己覺得今次諮詢文件嘅關注點咧，對唔對應到市民嘅期望啊？
今次諮詢文件咧有6大部分嘅，其中民生同社會發展咧都佔咗一個好重嘅比例，因為我哋所有嘅建設包括經濟發展啦，最終咧市民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令市民咧過住高質素嘅生活。咁喺民生同社會發展方面咧，有教育啦、醫療啦、房屋啦、社會福利、勞工及人力資源。呢個係諮詢文件啫。我相信亦都政府咧都係盡力去嘅訴求，但係咧亦都未必咧能夠完全回應嘅，因為咧嗰個過程咧就係一個進行式嚟嘅。我哋都經常落區啦，好似頭先市民都提到醫療方面，咁呢度都有提到完善基層醫療體系、強化社區健康管理。市民亦都期望咧政府可以處理輪候時間長啦，又或者係醫療負擔嘅呢個問題啦。咁我相信喺諮詢過程裏邊，市民呢啲意見咧，政府係聽到嘅。喺房屋方面，我亦都留意到啦，我自己其實喺早前立法會嘅我哋嗰個小組嘅工作裏邊，已經不斷落區收集意見。其中好多市民都希望增加嗰個自置居所嘅比例，因為年輕人都覺得而家嘅樓價都係比較難去負擔，係咪可以增建居屋呢？雖然呢度都有講話持續興建公營房屋，咁但係嗰個比例係咧以至係之前亦都有不少市民都希望係咪可以重推租置計劃，讓到公方面可以以增加自置居所比例作為一個長遠嘅目標，咁從而咧係增加公營房屋啦、增加居屋啦，以至增加咧係房屋嘅階梯嘅。咁我哋又同秋北傾下，嗱，你嘅率領嗰個工作小組委員會啦，之前都因應今次香港5年規劃啊，咁咧就綜合咗有業界啦、學者啦，同埋民間組織等等嘅意見啦，跟住就交咗研究報告俾政府。嗱，我哋睇翻今次呢份諮詢文件，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政策方向，啱啱都提到，有冇採納到你哋嘅意見咧？你自己點樣睇啊？畢竟咧，佢而家呢個係一個諮詢文件，佢係一個大框架。咁如果你就咁樣睇框架咧，佢肯定係涵蓋晒，即係我哋嗰4000幾人所接觸嘅200幾份嘅報告書仲有我哋成個嘅綜合嘅一個報告裏邊咧，其實都係涵蓋嘅。不過佢而家咧係更加聚焦喺六大範疇裏邊去推動。我認為咧，其實我哋制定嘅5年規劃咧，其實應該要有更加多嘅一啲策略性啊、戰略性啊，以至到咧係方向性嘅。咁我預期咧就係喺嗰個諮詢嘅過程當中咧，我哋有一啲發展嘅目標咧係會更加具體。是我哋頭先聽到市民嗰種好樸素、好直接嘅一種感受，即係呢種感受咧係理所當然嘅。但係我哋制定政策咧，必須要識得將呢啲嘅唔同嘅意見咧嚟到融聚成為一啲政策嘅制定同埋措施。咁頭先都聽到啦，有市民就提到想新興產業啊同埋人才方面係多啲政策支持。嗱，咁你就特別都比較多關注一啲就業嘅問題啦。我哋睇翻個諮詢文件，見到啦係提出創科、新型工業同埋高端人才呢一啲方向啊。你自己覺得咧係呢一啲新嘅增長點喺未來5年可唔可以有效咁樣足夠去轉化到成為一啲本地嘅就業機會？我哋國家制定15規劃。其中一個喺就業上面咧，佢係好強調嘅嚇，就業係民生之本，所以佢制定嗰個產業嘅時候咧，佢要有一個叫就業優先嘅一個考慮嚇，要構建一個就業友好型嘅一個社會。所以嚟緊咧，我哋都期望我哋嘅產業結構，我哋嘅產業部以就業優先為一個考慮。新科技你能唔能夠製造更加多嘅就業嘅機會啊？能唔能夠令到我哋整體嘅生產能夠更加係發展起嚟。嗱，咁我哋又同翻李慧瓊傾下。嗱，諮詢文件我哋見到啦，有好多唔同嘅方向，但市民呢往往都係會關心一下點樣落實同埋點樣可以執行得到啊。咁你作為立法會主席喺立法會裏面呢，你覺得後續嘅跟進工作係扮演一個乜嘢嘅角色啊？
咁作為立法會，我哋當然要喺機制上去支持配合監督政府啦。嗱，早前吳秋北議員成立嘅小組就係一個好好體現，由全體議員總動員喺1個月內開咗9簿咁厚嘅內容咧，俾咗政府參考嘅。立法會議員咧，亦都會用好我哋橋梁嘅角色，會同我哋自己接觸嘅團體啦、市民咧，都係諮詢嘅。其實呢個諮詢進行緊㗎啦，我哋做呢個小組咧已經諮詢啦，咁當然係繼續進行啦。咁跟住到公佈啦，我相信咧就立法會我哋一定係會透過我哋嘅機制啦，包括繼續用好小組啦，或者係唔同嘅，其實個 panel 都會啦，因為一個計劃咧係好涵蓋方方面面㗎嘛，所以佢必定要去到 panel 同埋大會咧就向議員作報告嘅。咁議員亦都可以透過立法會係去跟進同埋監督佢嘅落實。咁吳秋北，你又點樣睇立法會裡面唔同嘅事務委員會點樣可以有系統咁樣可以跟進到規劃定落嚟嘅內容咧？即係可以有效咁樣執行得到？其實你如果睇國家嗰個制定5年規劃咧，佢其實都係一個系統嘅工嘅，即係話有規劃嘅主責人，亦都有監督，有推進嗰個嘅進程，有完善。其實我哋香港制定呢個5年規劃咧，將來我哋都要制定一整套嘅落實嘅措施、監督嘅措施嘅。究竟嗰個責任人係邊個？政策局嗰個工作係邊個負責咧？我哋要搞清楚，然後喺立法會嘅層面上面咧，通過委員會咧嚟到去推動佢，或者係監督佢去落實，呢個係必然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我哋期望咧嚟緊喺呢啲嘅當佢制定咗5年規劃之後咧，我哋就會見到佢分解落去各個施政報告，每年嘅施政報告上面，然後